咱来看台东县金峰乡的部落，昨有一个83岁阿嬷，甲朋友送的落嚟包到原住民的小米粽阿拜内底，这阿嬷食了，暗时雄死亡。伊的亲戚朋友阁做人去阿嬷的厝里拜拜，嘛食着剩的阿拜，结果是有11人中毒，其中有9个人无喘气、无心跳，送病院急救。后来是有2个人不幸过往，目前嘛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了。卫生局佮社署嘛已经采检体化验，要来了解原因。透早，台东县消防局的救护车，少年刷甲滨无部落11个若像食物中毒的族人，送去台东马街病院，基督教病院甲步入台东病院急救。有9个人到病院进前都无喘气、无心跳，急救了后目前有人死亡，7个人转去加护病房观察。另外一个是他原本吃完东西之后没有不舒服，在急诊留观过程中开始一直发抖，然后开始冒冷汗，然后开始口吐白沫，那个口鼻分泌物很多，所以我们就紧急把他插管这样。这个若像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件，族人讲，因为17中秋节迄天下晡，部落有一个黑巴桑摕别人予伊的鹿梨，摕去做台仔粽，结果到暗时的时阵身体无爽快，送病院了后死亡。后来20外个族人来处理酒灵，嘛有食这剩的台仔粽，结果煞小连续中毒。有人怀疑讲是食到有农药的鹿梨，嘛有可能是鹿梨内底的假生糖造成中毒。也若提供鹿梨的族人是去互警方带登去侦讯，医师讲无排除任何的可能性。留下来的12点多，他们又把那个阿伟9个阿伟拿出来，反正有吃的都有出状况了。像农药中毒的这个征兆呢？不排除。因为他身上会有他们身上都有一些味道，但是不确定有没有，我没有帮他送一个农药化验的那个检验酶去化验的。其实你说寄生虫引起的食物中毒，可以在2个小时内就引起多重器官衰竭。这个事件目前造成3个人死亡，台东县卫生局已经去部落采集包括鹿梨、甲包实在的叶仔，也就是会动的叶仔，要送食药署进一步来化验。食药署嘛表示，目前锁定鹿梨、会动、南洋金花、甲农药注一转，还有有机磷，会送动物专家分析甲鉴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